維斯嘅議題應該今日開始係完全喺我哋公司嚟講，全部係 close file 嘅。4月30日，黎明向記者正式宣布 A Music 已經終止同維斯嘅合約。係咪真係以後都唔會再簽翻佢做歌手嘅？你呢個問題要咗解，因為我哋講咗係會解約，而家實在即時解約噶啦，即時咗噶啦，開始咗呢個 process。係冇錯。曾經係香港樂壇嘅明日之星，而家只淪為唱片公司嘅撇賬。有傳聞話維斯爭公司錢，點樣都好，維斯呢件事，我哋公司全部係當撇賬計算。我哋唔會追阿維斯，亦都唔會追衛蘭，即係當係一個追唔翻嘅數得噶啦。呢件事幾乎將衛蘭當年築起嘅形象同事業一下子拖到谷底。好多嘅工作上面做代言人嗰啲 jobs 都冇晒咯，一下子咁樣唔見晒。唔止冇晒啲 job，喺娛樂圈所謂嘅朋友都唔知去晒邊。當你紅嘅時候呢，啲人呢係會想做你朋友嘅，但當你跌得好低嘅時候呢，佢哋真係好似唔識你嘅，覺得哇，其實好現實嘅呢一行。佢曾經好嬲，但係收到衛斯所寫嘅道歉信之後，最終選擇原諒。有少少嘅，但係跟住我就覺得冇得怪佢，佢自己都唔想嘅呢件事。甚至覺得呢場風暴反而帶領佢哋走向信仰。之後佢都遇見神啊，佢成個生命都改變咗咯，令到我都認識主咯。然而外患未平，內憂又起。正當衛蘭經歷過咁多坎坷之後，到底係咪真係遊艇搭？哇！佢冇放棄過我，都算好彩。